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无论你多强的大风了，但是没有办法去摇撼一座山了。过去有一个案例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也说明了佛陀的修行是怎么样的经过，让我们大家可以多多学习。有一天呢，佛陀呢经过一个村庄，有一些要前去找他的人呢，对他说话很不客气，甚至于口出秽言。讲那些脏话，佛陀呢站在那里呀，就仔细静静的听着，然后他就说了：“谢谢你们来找我，不过呢，我正在赶路，另外一村的人还在等我，我呢必须赶过去。等我明天回程的当中，我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到时候呢，如果你们还有话想告诉我，再一起过来好吗？”那些人呢，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耳朵所听到的话，跟眼前所看到的那个情景呢，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佛陀说：“难道你没有听见我们说的话吗？我们都把你说的一无是处啊，你却没有任何反应呢？为什么这样子的呢？”佛陀就说了：“假使啊，如果你要的是我的反应的话，那你来得太晚了，你应该在10年前，那时候你就要来的，那时候的我就会有所反应了。然而这10年以来，我已经不再被别人所控制，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奴隶呀，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是根据自己在做事情，而不是跟随别人在反应的。”我们应该要明白佛陀回答的话，我们听了以后满心的欢喜。如果有人对你生气，那是他的问题；如果他侮辱你呀，那也是他的问题；如果他粗暴无礼，那仍然是他的问题。因为他要怎么说，要怎么做，那是他的修养。你能怎么办呢？让我再重复一遍刚刚佛陀所说的：我们已经不再被别人所控制，我已经不再是个奴隶，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是根据自己在做事，而不是跟随别人在反应呢。我们应该要牢牢记住，并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是情绪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我记得从这个公案当中想到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呢，他每天呢固定要向某一个报摊呢，就是卖报纸的，要买一份当天的报纸。尽管呢这个摊贩的脸呢一向都很臭，但他还是每次对这个小贩呢很客气的说声谢谢谢谢。有一次有人跟他同行的朋友啊看到这个情形，便问他了：“那个卖报纸的老板每天卖东西都是这种态度的吗？”这个人呢他说：“是的是的。”那他的朋友就问说：“那你为什么还对他如此客气呢？”结果这个人就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呢？”各位，你说对不对啊？是啊。我们为什么要让别人的表现来决定我自己的行为呢？当别人对你说了一些刺伤你的话，或者批评你、羞辱你，你会怎么样呢？你可能会火冒三丈，气呼呼的就骂回去，或是可能你忍气吞声的强压下来，然后呢，你事后会越想越气，你整个情绪都大受影响。佛告诉我们，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生灭无常法呀，当下都没有它自体可言呢。所谓言生是性空的道理，若能常做这个性空观呢，本性是空的这样一个观想，那么心就不至于被这个境界所转，并能够超越任何人对我们所做的侮辱，且不只身处在
在逆境的时候要如此，甚至于在顺境当中亦能够如如不动。佛陀就是因为深深的知道一切外在的境界都是自己心中妄想所出现的影像，哪里有实在的自体可得呢？所以我们如果能一切善恶境界，好的境界坏的境界，你不起心不动念，你能自在无碍，那么我们修行就是过关了，修行就能够达到圆满的境界。今天我们呢来探讨我们的情绪不要随着外在的环境所左右，别人的一句好话我们呢心猿意马，如果别人一句羞辱的话我们就火冒三丈，没有必要，不要跟别人随身起舞，我们应该要做自己的主人。以这个公案提供给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参考，提供给大家可以彼此互相鼓励。谢谢大家，阿弥陀佛。